是台中的消息，台中有一个4岁查某囡仔进前，和亲人发现讲伊的面啊、手啦拢泛黄，烦恼讲这可能是肝脏出问题。经过医生详细检查，发现讲是这个查某囡仔叶黄素呢补过头，这意思讲这个色素累积在皮肤，加在停止补充叶黄素了后，这查某囡仔皮肤色已经慢慢啊恢复正常啊。 相片内底4岁查某囡仔手部含面规泛黄，厝里的人烦恼是肝出问题，赶紧去医生看。医师问了才发现，原来是查某囡仔逐工食叶黄素补充过头。标准的这些健康食品其实都是设计给大人吃的啦。 市面上的目睭保健食品800款，尤其3、4时代，真侪家长拢会予囡仔补充叶黄素，说是毋到食伤济，颠倒予色素掉伫咧体内，而这个镜头佫互叫做是红菜头素血症。精神不济、食欲不好这些现象的话，那还是要来检查一下，是不是其实是肝脏的问题。医生嘛讲，生活中常在看到的培凉菜、番茄叶，嘛拢有叶黄素，所以平常时啊3顿正常食，嘛要加运动，莫收食伫咧耍3时3片，安尼目睭才袂害起。嗨，我是颖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